佛教徒修财神法，主要是为了积累福德和智慧，而非单纯追求物质财富。财神法旨在通过虔诚的修行，净化心灵，去除贪嗔痴等烦恼，从而获得内心的富足与安宁。虽然物质财富在一定程度上能改善生活条件，但佛教更强调精神上的富足和解脱。修财神法对每个人并非同等重要，因为每个人的修行目标和需求不同。对于一些人来说，物质财富可能不是首要追求，而精神成长更为关键。念修财神法时，重点在于培养慈悲心、利他心，并通过布施等方式回馈社会，实现真正的富足。因此，修财神法的意义在于通过修行提升内在品质，而非单纯追求外在财富。这样的心灵富足才是持久且真实的。